江南红，李桂莲，杜不作。岐王吉利心常见，岐王吉利心常见。水酒当前几度年，水酒当前几度年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正是江南好风景。我时节又逢君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啊，这尾啊，这两句就是伊的经典之作啦。哦，较早嘛有一篇电影古早，差不多我做读大学时高中的时有啦，在美国出的，哦，落花时节又逢。敢若在美国出好莱坞的啦，吼。所以这希望在使提。点，本条是点啦，点。啊，你本同意袂使读到提啦，提嘛，咱口提啦。白话说读到提啊是，啊是自体，这咱头都自体。啊是，毋是算文同音吗？迄是白话音。白话音嘛。点则是文同音。啊，来搁一解，江南红，红那个本调出来，红李桂莲。动作来对起，江南红，李桂莲，杜不作。岐王吉利心常见，岐王吉利心常见。吹酒当前几度闻，吹酒当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正是江南好风景。花时节又逢君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啊，这算学习的呀，无咱咧看卖。江南红，李桂莲，杜不作。岐王铁来，岐王铁力心常见。吹酒当前几度闻，正是江南好风景。落花时节又逢君。啊，要来有讲，反正就是这八字甲几好等哦。铁来，毋是铁力，哦，岐王心常吼，你含这几字就好啦。哦，啊，这后摆你补咧，你家己就晓找啊吼。我以前我读到岐王提来，好，提来，好啦，来是内吼。哎呀，啊你是，无啦，你迄读也为啥不同？搁你是文白音来的，吼。啊，咱若想讲是讲，你若要读文同一个规矩就好。哦，啊，你着拄着这八字你听我讲，你较长吼。岐王铁力心常见，吹酒当前几度闻，你着照迄个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我听起来。嘿啦。安尼吼，留我小练一下，后摆打会较在时啊。嘿，咱这